可以捉到呢個芒草。我就覺得翠林村係絕對唔悶嘅。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小郊遊記。今次適逢呢一個聖誕節嘅假期，我哋嚟一嚟呢個茅湖仔馬油塘呢個後山呢個茅湖山度行下啦。今日呢一條路線比較輕鬆，由馬油塘村口出發，由上而下呢咁行返落去調景嶺，途經茅湖廢堡同埋調景嶺嘅舊警署，最後會喺調景嶺嘅翠嶺路離開。今集帶大家一齊了解一下調景嶺嘅歷史。調景嶺嘅故事呢，就要由一個加拿大人 Randy 講起啦。佢喺1905年睇中咗呢一個海灣，喺呢一度呢起咗間麵粉廠。佢雖然有雄心壯志，但係生意呢就一直都冇咩起色啊。於是佢就疑似喺1908年喺廠房嗰度吊頸自殺咗。自此呢度就俾人叫做吊頸嶺啦。而因為呢一間麵粉廠，所以就一直沿用 Randy's Mill 呢一個英文名。呢一度附近仲有啲荒廢咗嘅路牌，都係用呢個名㗎。開頭條路咧都有少少疑幻似真咁樣咧，唔知有冇行錯路。但行下行下咧，跟住 Google Map 行咧，今次真係跟住 Google Map 行係都冇行錯到嘅，可以行到嚟呢條正路。不過呢條路唔知係咪因為日久失修，定係之前大風咧嗰啲樹冧咗，同埋有啲鋸咗，所以條路就有少少好似好多沙石泥沙嘅狀態，同埋好多枯葉。上到山係冇咁多人啦。如果聖誕節咧，佢啲主要區域咧，山頂啊、尖沙咀呢啲就真係超級無敵逼，所以去啲冇人嘅地方真係會開心啲。所以聖誕節以後避咗呢啲節日咧，就要上山避人潮啊，登高啊要。雖然已經嚟到12月啦，但我依然可以捉到呢個芒草嘅尾巴。好，我哋又嚟多一個轉折位啦，不過好簡單，因為佢冇分岔路，就係叫我哋行上山啫。Fred 咧，除嗰度咧睇下一篇 post 啦，話18區10大最悶嘅屋村係邊幾個？其中咧就有翠林村嘅。對於我呢個翠林人嚟講呢，我就覺得翠林村係絕對唔悶嘅，係好多呢啲寶藏嘅避世路線可以係翠林人嘅後山去避下世嘅。不過呢，對於嗰個地方悶唔悶呢，其實好睇大家對嗰個地方認唔認識，同埋對嗰個地方有冇特殊嘅感情。好啦，講嗰下冇幾耐呢，就嚟到後邊呢一個第一個點啦，永別亭啦，馬油塘嘅。啱啱頭先呢，就喺呢一條路就上嚟啦，然之後我哋轉過去前面呢度呢，就有條隱蔽嘅小徑嘅，而喺我哋嘅呢一邊係有條好靚嘅樓梯路，但係睇落去呢，應該係去人哋嘅先人嘅地方。穿過頭先我哋呢一片叢林之後呢，我哋轉個靚彎，就嚟到我身後呢一個亭啦。可以自己個把住呢一個亭，可以靜靜地唞一唞。嚟到呢一度呢，係可以去3個唔同嘅路線嘅。呢一度呢，就係我哋一陣間要去嘅茅湖山啦。行到上嚟穿過涼亭之後呢，你見到呢度會有一個佛字嘅休憩處，大家會坐喺度休息可以。跟住然之後望過嚟呢條路呢，就係我哋繼續路程嘅路線啦。頭先喺呢條樓梯行咗落嚟
之後中間呢度係有個小徑，行落去之後，我哋就見到呢個觀望台、觀測台噶啦。馬湖山位於將軍澳同調景嶺嘅附近，最為人所知嘅係喺山上邊有一座廢堡，估計建築物咧早喺清朝嘅時候就已經有啦。要了解佢，首先我哋要知道清朝時期嘅將軍澳海域近工業村嘅附近呢係有個稅關嘅，係叫做佛堂洲稅關，即係海關，專捉啲走私去到中國嘅貨物，尤其係鴉片啊。為咗更加好嘅監察，於是喺茅湖山起咗座觀測台，一發現到有可疑嘅船隻，駐紮人員呢就會用烽火或者係信號燈聯絡佛堂洲嘅稅關。而因為清朝當時嘅海關呢都係由白人去管理嘅，所以可能係由於呢個關係啦，觀測台採用咗歐式建築嘅風格。佢嗰個消失咗嘅屋頂，根據舊相嘅估計呢，應該係圓錐形嘅尖頂嚟。而喺2009年呢一度就已經列為咗1級歷史建築啦。雖然而家嘅廢堡已經入唔到去參觀，但大家嚟到不妨試下望一望遠處嘅海域，感受一下當年觀測台海關嘅視覺啊！拜拜啦，觀測台，我哋要繼續我哋出發我哋嘅路程啦。而家我哋就朝住靈峰瓦舍，即係舊警署嗰邊進發啦。呢個真係好似一個結界。過咗個結界呢，行呢個野山嘅石路之後呢，我哋就見到文明嘅樓梯路啦。應該沿住呢一條文明嘅樓梯行冇耐之後呢，咁我哋就會去到下一個點啦，舊警署啦，即係靈峰雅座啦。而家嘅我哋行呢邊過去。喺50年代開始，調景嶺係用嚟安置國共內戰影響而走難去到香港嘅難民。因為當時呢一度非常之咁偏僻，自成一角。喺50年代尾，呢度就已經有超過1萬人啦。喺61年，香港政府決定俾呢一班難民香港身份證，同時改善呢一度嘅基建。調景嶺警署亦都係1962年起好，負責維持呢一度嘅治安。90年代頭，香港政府落實清拆調景嶺嘅寮屋區，調景嶺警署亦都喺1991年率先停用。搖身一變，而家呢一度咧就變成咗將軍澳風物信啦。呢一度咧而家好似一間將軍澳嘅博物館咁，記載住由漁港到新市鎮嘅發展歷程，仲可以聽到舊街坊用錄音憶述當年喺調景嶺嘅生活細節，同埋可以知道當年羈留室犯人嘅膳食情況。行完睇完，仲可以喺館內嘅露天咖啡嘆住咖啡，回味當年嘅歷史同埋山景啊！喺呢個雅座前邊呢度有條小路，就沿住呢條小路行落去，邊就應該係去配水庫嘅，而另一邊呢，就應該好快就落翻去城市嗰邊嘅啦。我哋就行前邊呢一條路，繼續去睇下前邊有咩環境啦。盡頭就喺翠嶺路呢一度啦。如果高難度挑戰，可以喺度行翻上去上邊茅湖仔嗰邊㗎。今日條片又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睇呢條咁無聊嘅行山片。如果可以嘅話 ，subscribe 我 comment 或者係 share 我呢條片俾你啲好朋友睇都得。多謝大家，下條片再見，拜拜。